个做那游戏样板，从粘土变形人，可的做呢。同你一地从巧克力来上转，游戏样板变形风色的呢。哇，大家不空点嘢乜計啊？咁講做巧克力未落去好有關係，唔是嘅，今日你是本同學幫出搞人，可以擺搞門成功啦！日地風轉，嘻嘻來三合人，相信係東東人，隨世界心中嘅敵人。客家人來推翻落地上見嘅世界，因為經濟老文化等嘅交流，韓國時代變遷。風轉屋啊，成為當時最熱門嘅建築。今半夜主題風轉，到底有冇解構紅眼裏咧？就不讓你強下發現風轉嘅秘密啦！你到底要做乜㗎？我們已經知道今天的主題，我們要劈磚。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轉呢紅磚，不是要來劈磚。哎呀，那你們知道磚塊是怎麼做的嗎？難的呢。那為什麼磚塊燒出來是紅紅的？加顏料。加顏料，原本就是紅的，原本就是紅的。那你覺得呢？因為它是紅色。今天來到這個專場是全台灣第一個有隧道搖的專場。什麼是隧道搖啊？好，那我們現在趕快去專場看看吧。Go！啊，我的紅磚！等我！民國60年，平陽鎮專場成立了全苗栗最早的水頭搖廠。民國的水頭搖啊，佢哋同樣嘅時地，就係超強防風強強啊！從業搖獨少為專呢，經過搖獨嘅介紹，上市兩浪有3隻階段。當然啦，除了搖少之外，大專都在參與嚟到重要嘅情況呢。你快啲去看看呢！不是要看紅磚怎麼做？為什麼要先來這裡啊？對啊，為什麼？哦，唔是嘅，你先來請教你翁阿姨哦，哈。翁阿姨，想請教你做乜嘅？你要先來到呢一笪位呢？因為磚呢，佢惡土都要從風運過了，都要不用都夾片，用的時陣，然後都要再送到我們的那個庫存料裡面去，慢慢的再從輸送帶裡面運送到磚的製造過程。料係原料就對了。對。黃阿姨，為什麼這些土有黑的、紅的，還有白的呢？這個土就是很多種的土混合在這裡面，我們就是製造的材料。原來知道了，是混合在一起的。有你的地雷嗎？地雷。看睇打造的原料，你轉移成立都正宗地位喲。記錄衝突啊，就看到冇聽見叫嘅機器，三萬嘅老原料圖叫暈。要和粘土啊，已經由輸送帶送到製造的模組。貴州輸送帶看起來啊，是從你包裹公司天賦太重要，不過當輩是冇買到的東西哦。進入模組之後，粘土本就是一條長長的磚條，再用機器切成一點一點。哇，看起來很美，就像巧克力同樣呢。切好之後。撒人日拍拍機器燒，整齊規律咧，老轉呢擺好。不過啊，人家冇嘅世界是開心運動太了了哦，重點，活動剛開始還生胚沒磚的也還要慢慢的用個禮拜來弄去，安尼較乾燥的。阿姨，這種嘛該做唔得出家拿去烤。問題來了，你嘅盤線同學們做乜嘅做好生活，做唔得出家又搖獨少呢？係因為空氣、水分也係輕鬆。各位觀眾朋友，你都想出大碗麼啊？
因为吼，咱哈鱼孔就安尼湿湿的嘛，啊湿湿一烤为小火啊，烧下去，伊会烂铁会薄铁。哦，因为基地都有水分呀。嘿，有哦，里面都有水分。答案公布。原来啊，很有会长做好的上菜，里边含有水分，提供吃点那鱼要多少啊？水分多少是会变做稀，要转呢长火的。所以上菜版型会先进入干燥肉，并造过后，长做得进入料烧哦。还有除此之外，汤好系咩还有问题呢？那为什么要这样叠啊？安尼叠哦吼，我们爱干燥嘛吼，还有通风。还有手干哈，哈手有眉粉啊，我们眉粉会喷洒，让脏会均匀，脏会均匀，喷洒会均匀，所以每一块这个生胚烧制了以后，你当会有懂讲的红砖。为什么现在是黑的，烧出来就变红的了？哎，对呀，为什么烧好的砖会是红色的呢？我也想知道哎。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想的做乜嘅砖都烧好就系丰盛么？唔是嘅，睇嚟一年节目啊，继续看下去，你是会的哦。转的烧好，做乜嘅会变风呢？嘿嘿，大家唔是急，根本嘅发动就会天天老大家讲。我厉害，你先来看龙灶的转呢，都来变形用的起来呢。这个啊，已经风干好了哦，小朋友你们可以摸。哇，可以摸了。各位同好，你们有没有发觉这个颜色变浅喽？而且变坚固了，对不对？对。哇，哎呦你老师，我们是不是可以放进窑里面烧了？做对嘞。那现在如果把这个转挑纳米腰地图上，会不会裂开爆炸？应该不会。为什么呢？专业的估计是因为水分不见了。答对了。龙灶班师，三人选今年的水头肉。哇，张法去好了，太干烟丝啊，贵姓款呢？食材同意嚟啦。看啲位温度，高達900人度嘅高温，還用以上幾年嘅時間，韓國咁啊定到表啦。專先生，你的食材辛苦了。利用燒轉時間，黃阿姨喺街上喺度參觀轉亞文化館，啲位除了當到家境相同嘅轉雕作品，還包括各種大樣嘅轉呢。除了時常看到嘅風轉之外，還有外表冷冷嘅天柱轉，韓國繞表讓轉融合嘅繞扁轉嚟到。展示嗰嘅實力，看得出轉廠對風轉文化用心哦。可能手会红砖哦，改声音哦很脆哦。天呢，你都看，哇，那是烧好的风转哦。同学你们看，这跟刚刚你们看的那个生胚啊，还没有烧的，有什么差异性呢？印度啊，印度，还有呢，它的颜色。刚刚生胚是什么颜色？褐色，现在变成红红的，对不对？有没有感同？大小。哇，你怎么会说大小？为什么？因为呢，还没烤之前有水分，烤了之后水分波波了，所以一定会变小。不相信？没关系，现在我们就一起来量量看喽。好。你理下做咗材料，三派落風轉，講那10地，增加信任嘅可信度。好，各位同學，你理下是表10地風轉地咧，韓國呢10地上轉地咧，先來量量看，記得話咧體積韓國重量要買冇同樣哦，哈，你就開始來量啦，哈。好。首先，你來量轉呢要結班，三派係38公分，風轉啊係37.2公分。三人將一條飄飄用到體內當，哇！單槍木竹款是夠明顯嘞，體重差1.2公分。最尾老轉呢4年表面前呢當材料，10倍風轉就用18公斤重，3塊乘以10.5公斤。所以啊，按樣做的證明燒開風轉好適合變色的喲。
生胚烧了会变红色，是谁？来，哦，很你好，嘿嘿，我们今天呢就要请到我们最美丽又最大方的静香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了，欢迎静香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老师好，好高兴见到你们对啊，哦。老师可能一动专题呢，因为根本给好，同学大家都有好多疑问哦。你看这个是生胚，为什么烧了会变这个什么色？红色。为什么呢？好，我早就准备好要来解答你们的问题了。我现在呢准备的这个呢是从生胚打下来的碎片。生胚打下来的。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实际上来烧烧看哦。大家看好喽，你看现在是生胚是什么颜色？褐色。褐色啊，老师要变魔术喽。用高火、高热来烧烧。OK， 开始。雖然啊，你冇看班看到繞地圖整片嘅燒紙清氣，不過冇相干，底下你做模擬實驗，睇下小細看呢，上回介紹之後，係咪整片變風嘅呢？好，问题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它会变红吗？当然不知道。我跟你们讲，做砖的土壤里面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里面含有铁。所以才会变红哦。哎，对，那铁呢，我们在烧的过程里面，它跟氧结合，变成氧化铁。那个氧化铁就是这个红色啦。所以呢，生胚烧完会变红，就是因为铁跟氧气结合产生了什么？氧化铁。哇，各位同学这么的聪明。好，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什么？汤匙。好，那每天都在用的汤匙是用什么做的呢？铁。好，那现在呢，我们一样啊，要用火来烧它哦。用火烧。对。可能係因為生活很甜，所以介紹之後就會變風啊。糖兒女係咪當新鮮呢？冇相干，大家冇做白件小細看，就用兩件鐵東西為你解答啦。好，来，同学，我现在已经把汤匙烧好了哦。那你们观察看看，它很烫，小心哦，小心哦，小心，很烫。你会发现它变成怎么样？哎，有点红红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对，这个是没有烧过的，还是怎么样？原本亮亮的哦，来，你们比较看看，那边有没有看？有没有看到？小心哦，才比较看，是不是？今天比较亮哎，又带风扇的呢，哈。对啊，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个铁做的汤匙呢，烧完以后变红的，对不对？对。这个呢，跟我们的生胚烧完以后变红的状况是不是很像？对。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了解啊？有。了解什么？为什么砖烧完以后会变红？因为里面有铁。对，因为土里面含铁。就跟这根汤匙，我们把它放在火上面烧的状况是一样的，对不对？对。哎，建宇，你很美，还用来问题呢？对啊，我还是不太相信呢。啊，各位觀眾朋友，你係唔係未讓同學強弱還有的問題嘞？唔講冇關係哦。先生，想問你哈，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生胚裡面因為有鐵，所以燒了會變紅色呢？好，為到前面轉的地圖正經要貼，你理下是來做實驗啦。首先，你留轉的眼粉，就個準備了過濾用嘅容器，你要用鹽酸、水，還有先生中嘅結果，要上大家來測試轉讀有貼麼呢？同学们看到这是什么？磚粉。那等一下呢，我们要用盐酸来把里面的氧化物溶解，然后再来过滤，我们就可以检验铁离子啦。老师，为什么要用盐酸呢？因为呢，这里面的氧化铁是不溶于水的，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用盐酸才有办法把它溶解掉。真的吗？哦，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分为两组，那你们这一组呢，我们就用水来溶解它。那这一组呢，我们就用盐酸来溶解这个砖粉，看看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对。實驗開始了，你將通號分做兩組，其餘留在胃通號用鹽酸來溶磚粉，海鮮留二片通號是用水來溶。用實地哪一種做的溶磚粉呢？不過啊，這個之前你先將先生示範實驗嘅步驟啦。
首先，你老染色当然装好水不一度，最後讓濃厚嘅風轉粉倒落去，調勻，當然過濾退毒。哇，兩時間啦，過濾太色就會變成太蒙色了哦。撒咧老六槍八格當然水對度條線，最尾那個跌落去，到底會發生乜嘅變化呢？請想通下來豐富答案了。哎，不仅要先加水啦，为什么？这样比较安全啊。怎么辦咧呢？他就要說先加那個鹽酸。哦，要先加水，先加水，再過加了染色，好安全，比較安全哦，好不好？對啊。冇錯，這位同學，你盡量新鮮的東西，提出耳機帶安全的沖澡哦。那我也作為同學，用水用來清涼有關的，你們也關心一下啦。好，同學，你們也開始濾了。哎，可是我看你們的顏色好像不太明顯哎，感覺它好像沒有溶解，沒有產生化學反應哦。來檢驗一下哦。好。哎，真的沒反應呢，你看。對啊，沒反應了哎，所以養花園真的不能溶於水。經過實驗證明，風轉粉清潔冇溶解水毒哦。定義標槍法家沒冇法度產生變化，所以大家今天的答案以下是cùng anh này染色組來為大家解答了喲。好，現在換你們這一組嘍。好，過濾完了，對不對？对，好，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黄绿色的是什么物质呢？不知道哦，好，我跟你们说，我们刚才呢那个砖里面的红色是因为有氧化铁，对不对？对。那刚才他们那一组同学做实验，我们是不是发现氧化铁不溶于水。对，所以我们用盐酸，对不对？那这个黄黄的呢，就是氧化铁遇到盐酸所产生新的物质，那个物质叫做氯化铁。好，那接下来呢，来，我们请这位同学来帮我们滴硫氰化钾，我们看看变成怎么样。检验条看哦。哇，真的耶，好像血哦。对，真的血红色哦。硫氰化钾只要遇到一点点的铁离子，就会变成像这种吸血鬼的颜色哦。静脉的血。所以我们证明这里面还有什么？铁离子。所以今天的实验有没有成功？各位觀眾朋友，硫氰化鉀都到鐵離子，大家看，哇，是會變做暗風嘅色呢。所以你是地哦，風轉地圖有鐵離子，所以將會變暗風哦。以上係3張實驗，相信大家都知轉咗上後做乜嘅會變成風色。不過還有一個重要嘅問題，那就係轉咗上之前很熱呢，你嘅功夫台式啊是啪死斷咧。夠啊！轉咗上後之後，台式實地功夫嚟哦。阿妖係做乜嘅呢？感覺係呢台式燒唔難硬係麼？先生，你下族當表呢？你係鐵砂、老玻璃砂，你又會做乜嘅身體嘅實驗呢？我知道，哦，呢個我們要燒琉璃。琉璃啊！才不是呢！我们在看制砖的过程，你们知道为什么砖烧完以后会变硬呢？轉咗上後變啊，到底琉璃和做實驗有乜嘅關係啊？嘿嘿，氣肯是的，老玻璃砂、老豆鐵砂用過溫燒，大家看看呢，5分鐘之後，來到玻璃砂會發生用半面嘅變化呢。好，我們準備要熄火嘍。它的溫度非常的燙，你要很小心。我們來做個實驗，你看，看都着火了，所以這個溫度非常非常的高哦，大家有沒有看到？對啊，哇，小心啊，老師小心，所以這非常非常的危險，我們就知道即使熄火了，溫度還得復收會夠哦。好，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把它倒出來，我們看看哦，你們要認真觀察看，燒之前跟燒之後的變化。它成塊了。對，成塊了，對不對？你看有沒有？變成一塊了。那你們想想看，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玻璃融化了。哎，對，因為玻璃呢，我們在燒高溫燒它的時候，它融化了，對不對？對。那融化變成液體的，就把這些鐵砂給怎樣？包起來了。那燒完以後，它又冷卻，是整個就變得比較。哦，原來係咁樣
像啊，手玻璃撒来的新娘，今天不因少要这边必不会上快大少之后，转变新风味今天，那种狗场啊，就按照玻璃法，大家记得吗？哎，等好，把桶开忙色了。肚子是不是饿了？为了犒赏你们，看你们桌上有什么？巧克力。哎，等一下，还不能吃，因为今天要教你们一个好玩的巧克力砖，想不想学？想。哎，你爱做风筝巧克力了，准备好饼、剔头、老巧克力。首先呢，排列让你的都洪水。哇，你这个痛啊，又给痛啊！没想过热水也好啦。这里不是我以为是巧克力耶。手刀，给你们偷人巧克力。再来呢，老早日摊，老小炮子爆头，介绍10分钟，一列巧克力 never 因为介绍3色玻璃牌效果，大家就得做比较哦。介绍前的巧克力 Q 一对吧，超难睇咧。不過介紹之後，巧克力 Q 是變到很硬哦，冇容易就難睇。阿香大家知道嗎？基本面呢，你從左轉的過程當中發現好好嘅奧妙，能夠用更多嘅聲音來演繹哦。呢啲細細風箏，睇起來不但像係文化認別，還係古蜀歷史的累積。法庭當中，很好典型的日子，大家係咪都感受到了呢？就因為你使用亮亮風箏巧克力，做快樂嘅ending呀！